出来调整一下心情来看这个戏剧《金曲歌王》萧煌奇头一摆主演这个音乐剧，本来就是家己的故事，由表演工作坊推出的音乐剧《有见自己》，马上要伫个8月23登上国家戏剧院。主演这个萧煌奇讲啊，头一摆搬戏压力真正有够大，尤其是要安怎行位甲背台词，这比开演唱会更加困难。如果我能看见你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可能我想要、我喜欢的、我爱都不一样。金曲歌王萧煌奇上招牌成名曲《你是我的眼》头一次搬上音乐剧的舞台，用口碑的方式嘛呈现内心的感情。不管是自己的歌或别人的歌，中文歌、英文歌，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个歌，导演都会给我很多的考试。伊出世的就是到最后完全失去视力。音乐剧以萧煌奇心中故事为拿导，也有伊的错乱。我只是比较介意导演没有让我演到那个我在谈恋爱的过程，对，因为谈恋爱是那个小朋友演的，就是我们的演员一起来演的这样子。身为视障者，萧煌奇的成长之路虽然是艰难辛苦，但是嘛希望透过音乐剧提醒共款做过的人，永远唔通放弃，也要让一般的人体会到视障者种种的无利便。8月23就要登上国家戏剧院演出。